日帶大家嚟到牛頭角上村一個480尺嘅單位，一入到嚟就可以見到寬敞嘅客廳。我哋採用咗原木式嘅風格，客廳旁邊就係廁所。我哋做咗個條子玻璃門同鏡櫃，一體化陶瓷盤、不鏽鋼地櫃同埋黑色鋁框雙燙玉屏。入到嚟廚房採用咗深色同淺色嘅配搭。我哋做咗2塊不鏽鋼板、深灰色木紋地櫃，配純白色石英石吊櫃，亦擺放咗洗衣機。雪櫃上面都做咗個吊櫃嚟增加儲物空間。呢個電視櫃係用咗淺木色紋同埋特色木紋條子，再擺咗啲小植物喺旁邊，真係增加唔少生氣㗎。我哋總共有3間房，依家先帶大家嚟到小朋友間房。我哋做咗個上下格床，另外都有樓梯櫃桶、層架同埋書台。呢邊係一個間長衣櫃，櫃門係奶油風格嘅顏色，令到空間舒適。呢間就係另外一間小朋友房間，我哋運用咗家私間房，做咗個床頭全高獅字櫃、3趟長紅玻璃門同1張地台床。床下面就可以用嚟擺放雜物。再嚟到主人房，有1張特色梳妝台、1張主人床、床頭板櫃同埋趟門衣櫃。想裝修 ，WhatsApp 同埋 Like 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，我哋係適度裝修設計，屬於你嘅貼心設計。